是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，来看到下礼拜就是耶诞节，新北市道民众来到大卖场，想要买圣诞红倒转去，结果看到这个圣诞红本来应该是红拍拍，规个叶仔刷冷去，叶仔嘛落较规涂骹，含过年钓时的金桔仔，共款嘛是因为无压水，看起来营养不良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大卖场无想要搁再回应。 太扯了，完全干掉哎！民众来到连锁的卖场，想要买圣诞红转去厝布置，结果圣诞红毋是冷去，就是叶仔落到规架仔顶，超丑的，没有一盆可以买。详细来看，放圣诞红的架仔顶，佮打出教民众安怎来照顾圣诞红，才会当互花开较水。但这幕煞互人看了感觉真笑亏。对比一般的圣诞红，应该是红记记真青笑的色水，但是卖场的圣诞红煞是冷去的，就算介绍伫做促销，对原价159块，降到149块，但冷去的这个款，互民众是买袂落去。他还在他那个圣诞红那一区，然后写说如何照顾圣诞红，他根本没有照顾啊，每一个都枯萎。然后我就觉得你卖东西都没有品管。那圣诞红冷去，就连过年应景的金桔仔树图看起来嘛已经拢打去啊，叶仔嘛拢冷去，搁爱369块。专家讲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，因为冷气房可能会加速它水分的一个散失，那我们就是一样，呈现一个缺水的状况的话，那就是一样补充水分。主要卖场针对架仔顶物件的卖相，无愿意来回应，只是在卖圣诞红煞已经冷去啊，毋若影响买款，嘛互想要贪方便，伫咧卖场买圣诞红转去厝应景的民众，看了是一直摇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